各位網友，歡迎又嚟到另一集嘅忠言順耳啦。今日同大家討論一個比較有趣啲嘅題目，係關於左駕、右駕，或者係香港朋友叫嘅左軚、右軚，或者英文叫嘅 left hand drive、right hand drive。咁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旅行嘅題目啦，同時亦都係一個工程上嘅題目，因為大家去想像一下，一個揸左軚車嘅地方點樣連接去一個右軚車嘅地方咧？喺工程上咧特別嘅設計，同埋亦都喺機械工程上，咁啲朋友都要另外一啲設計嘅方法，因為左軚車同右軚車未必完全一樣嘅。咁第一樣嘢同大家講一講，就咩叫左駕，咩叫右駕先嚇。咁其實左駕啦，啱啱同大家提過啦，香港人叫左軚啦嚇，咁英文叫做 left hand drive，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。大家坐喺車裏邊，眼望住前面，如果司機位係喺左邊嘅，呢個就係左駕、左軚或者係 left hand drive。如果你坐喺度車裏邊向前望，個司機位係喺右邊嘅，呢就係右駕、右軚或者係 right hand drive。咁咧有啲 terminology 本身有啲 misleading 嘅。如果大家睇翻呢張 slide 嘅左邊啦嚇，如果你喺台灣啊、美國啊或者歐洲咁，你揸緊左軚車嘅時候咧，你喺條馬路度咧係挨住右邊嚟行嘅，係右上左落。咁呢個叫做 right hand traffic。咁如果好多香港朋友香港揸慣車就知嚇，香港係揸右軚嘅，所以你揸車咧就係左上右落。咁所以其實香港咧嗰種叫做 left hand traffic。咁呢個左右咧好多時都容易會撈亂。咁同埋有少少笑話俾大家啦嚇，左右呢兩個字喺英文都有少少分別嘅，因為個 right 個字咧，除咗右之外咧，就有少少人覺得係啱咁解，所以咧美國人講嘢咧就會話英國人啦 ，I am driv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oad and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。咁但係英國人就唔可以同樣咁講嘅，因為英國人唔可以話 I am driving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the road, you are on the right side 咁。有 right side 即係你啱嗰邊，所以英國人只能夠講咧 I am driving by the left and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road。嗱，左右軚除咗衍生揸車嘅問題之外咧，另外一個問題就關於行人啦嚇。大家睇到我左邊呢張相咧，我喺台灣影嘅。大家記得台灣係揸左軚，人哋係靠右行，所以你過馬路第一樣嘢要做乜嘢？係要向左望。過到中間，然後向右望。咁右邊呢張相咧係我喺英國影嘅。英國大家只係揸右軚車，大家係靠左去行，左上右落。所以你過馬路嘅就先望右，過到一半先至望左。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概念，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咩咧？你揸去一個左軚車嘅地方咧，你過馬路就先望左；去一個右軚車嘅地方咧，你過馬路咧就先望右。咁有啲朋友會問啦嚇，究竟呢個世界係有左軚車先咧，抑係右軚車先咧咁樣？咁如果大家喺個website 度 search 咧，就有好多種講法。咁我都綜合咗啲講法，覺得一啲比較合理嘅，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嚇。咁呢個同人類嘅發展啊，同埋人嘅習慣係一定嘅關係嘅。咁人類一開始要周圍去嘅時候，當然第一樣嘢係靠自己個雙腳啦嚇。咁當大家都係行路嘅時候，大家睇到一樣嘢就係，第一你嘅速度唔係好快啦，二嚟你行路咁亦都唔會話點樣分左一係右，因為迎頭而嚟嘅人你都容易會避得到嘅。咁下一步咧，人類就開始會利用動物啦嚇。咁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騎馬啦。或者以前農村或者會用牛啦嚇，咁大家講講騎馬。咁騎馬其實同人行嘅分別不大啊，只不過係由兩隻腳變咗四隻腳，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需要大家點樣分開兩邊嚟到行嘅。但係逐漸由騎馬開始，大家會發現一樣嘢，就人類開始會帶武器啦。咁最吸引嘅武器啦，大家睇到就係話以前就我哋帶劍。
咁劍咧就好明顯啦，大家知道劍係有個劍套噶嘛，係嘛？或者個劍鞘噶嘛。咁同埋大部分嘅人呢個世界咧都用右手㗎嚇。呢個唔知點解釋啦，但係事實上就係咁，大部分用右手。所以英文裏邊咧對一啲用左手嘅人嘅用字咧就唔係好尊敬，我覺得，因為用左手嘅人英文就叫做 sinister， 其實 sinister 有啲唔係幾好嘅意思喺裏邊。咁無論點都好啦，因為你用右手掹劍咧，於是乎你一定要將你個佩劍放喺你嘅左邊啊，因為如果唔係你掹劍係掹唔到出嚟噶嘛，係嘛？咁如果你要掹到劍嘅時候咧，你把劍一定配喺左邊。咁大家想象樣嘢，如果你把劍配咗喺左邊咧，你點樣上馬咧？你就只能夠用個左腳先上左邊嘅馬鞍，然後攬隻腳過去另一邊啦。咁亦同時一樣嘢啦，因為人係用右手右腳噶嘛，所以你右腳攬佢哋都係比較靈活嘅嚇。咁逐漸嚟講，大家開始習慣咗呢樣嘢咯喎。咁好啦，咁你上馬嘅時候，你唔想喺路中間上馬㗎，你想挨咗路邊上馬。咁慢慢整下整下，大家就會騎馬就會靠左㗎咯喎，係嘛？就會慢慢形成一種左上右落嘅習慣。其實主要就係因為方便你個劍鞘喺左邊，你用左腳先踏上去，然後右腳攬嗰隻馬就開始去騎嚇。咁好啦，隨住人類嘅騎馬開始，我哋跟住就有馬車咯。咁馬車原先由一隻馬變咗兩隻馬，兩隻馬變咗四隻馬，四隻馬變咗六隻馬，係咪啊？咁好明顯啦，大家諗下你駕馭嘅馬車嘅時候，譬如你將個馬車走快啲，你會點咧？你會攞條鞭去鞭啲馬。咁又關轉頭先個問題啦，大部分人都用右手噶嘛，咁於是乎你好容易慢慢習慣咗係點咧？你用左手就拉住個韁繩，右手再讓你個鞭去打啲馬啦。咁整整下，因為你隻鞭咧要喺啲馬嘅中間啊，有時你有多過一隻馬嘅時候，咁逐漸整下整下，你就會慢慢將個座位咧就偏去左邊坐啦嚇。因為你偏嗰啲左邊咧，你右手就可以打到啲馬啊嘛。好啦，咁慢慢形成另一個習慣咯喎，因為嗰個駕馭馬車嘅人咧就偏咗去左邊。咁同時你希望嗰個駕馭馬車嘅人喺路中間啊嘛，會睇得清楚一啲啊嘛。於是慢慢咧，大家駕馭馬車就個習慣就係，咦，我哋不如靠右行啦，因為靠右行咧，嗰個駕駛者就會喺左邊，佢右手就可以去打啲馬啊嘛，可以鞭啲馬去跑快啲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逐漸發展到我哋有車啦，嗱，有車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好似行人咁大家亂咁行噶啦，一定要有方向嘅。咁逐漸大家就規定咗啲方向啦嚇。咁咧頭先嗰啲發展嘅過程裏邊咧，最先就係話，咦，慢慢啲人會開始將個車偏右喎嚇，尤其是喺美國嘅時候，因為大家知道美國嘅汽車大王就係 Henry Ford 啦嚇，Henry Ford 做咗美國個好出名嘅牌子就叫 Ford。咁當年其實大家都冇知咩原因，佢就將個座位靠咗去左邊，佢個設計，於是乎就會大家揸車就會靠右啦。咁逐漸都去到拿破崙時代咧，拿破崙就規定咗法國係要靠右，咁慢慢就好多國家開始靠右啦。但係喺英國啊呢啲地方咧，因為隨住英國嗰個制度啦嚇，保留住個傳統啦，亦都仍然佢仍然有騎兵有成啦，所以佢仍然係保留住一個左上右落嘅習慣。咁隨之而嚟，大家見到啦，後尾好多英聯邦國家咧，譬如澳洲啊、紐西蘭啊、香港啊，呢啲就保留住一啲左上右落嘅習慣啦。咁啊，司機就喺右邊嘅。嗱，呢一張圖咧，大家係睇到咧，而家呢個全世界咧左右軚嘅分佈，大家見到藍色嗰啲咧就全部係揸左軚嘅，即係揸隻右上左落嘅。大家見到橙色嗰啲咧就係揸右軚，係左上右落。大家都好明顯會見到幾大塊啦嚇，大家見到就係嗱英國啦，譬如南非啦，非洲有南邊一大堆啦，印度啦。澳洲、紐西蘭啦嚇，香港、日本啦嚇，咁啊，其實大部分大家睇到咧，呢度好多都係以前嘅英聯邦國家啦，佢哋仍然係保留咗係左上右落。其實香港咧，曾經喺1950年代咧，
有一間當時相當有名嘅顧問公司啦嚇，而家已經唔存在㗎啦，就叫做 Freeman Fox。咁 Freeman Fox 喺50年代咧，曾經就 recommend 過當時嘅港英政府咧，香港係應該揸左軚，因為佢哋嘅諗法咧就話香港接連住中國大陸，遲早會同中國大陸係會有交通嘅往來。咁但係當時嘅港英政府覺得一方面要維持英國傳統啦，二方面喺50年代中國大陸都相當封閉，佢哋覺得香港同中國大陸會有交通上嘅往來嘅機會係相當細啊。到咗今年2026年啊，大家係睇到邊個係比較高瞻遠矚啦。但係大家頭先啱啱睇到張圖咧，唔係一剎那就形成嘅喎。嗱，大家睇翻呢一張咧，由1958年開始到今日嘅轉變嚇，大家睇到好明顯嘅揸左軚車，當然係美國啦，我同大家講過嚇，因為福特汽車係揸左軚。咁大家睇翻另一啲地方，譬如話加拿大啊、中國啊呢啲地方咧，原先係兩樣都揸得嘅喎，後尾慢慢就變咗揸左軚啦。咁大家見到藍色呢忽就係到今日都仲係揸緊右軚車嘅地方啦。咁另外大家見到啲地方好得意嘅咧，有人就喺左搬咗去右，有人就喺右搬咗去左嘅，呢兩種情況都會發生嘅。咁後面有幾個例子俾大家睇一睇。第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瑞典啊。瑞典本來係揸右軚車，咁後尾佢哋決定咗咧就換去揸左軚。咁大家去想像下啦，由右軚換去左軚可以點換咧？咁你定咗啦，1967年啊，9月3號，於是乎佢做咗幾個動作。第一，凌晨1點至到6點，所有非必要嘅車唔准喺路上面。然後4點50分，大家停晒車，然後就搬去對面馬路。然後由5點鐘開始就正式由右軚變成左軚，即係話變成左上右落，變成咗右上左落。咁啊，另一個例子就係冰島啦嚇。冰島1968年嘅5月26號，又係咁樣啦，一剎那之間換晒。咁但係咧，其中一個最大要做嘅係咩咧？就係所有啲巴士啊，啲開關啲門咧，就係一邊搬在另一邊啦。咁頭先俾大家嘅例子咧，兩個都係由右軚搬去左軚。咁而呢個例子關於 Samoa 係點咧？就係由左軚搬去右軚，因為點解咧？大家睇翻Samoa 嗰個地理嘅地方係咩咧？係好接近澳洲同紐西蘭嘅，所以佢搬咗過去就為咗咩咧？就係就呢個澳洲同紐西蘭同佢哋揸同一邊。咁佢政府有少少唔同做法，就係放咗2日假，咁啊同埋咧將個 speed limit 減低，等慢慢去適應嚇。佢用2日時間。相反地，大家頭先睇嗰兩個例子咧，瑞典同埋冰島咧就唰一聲話換就即刻換晒嚇，兩種唔同嘅。嗱，另一個例子咧，由左軚變去右軚嘅咧，就係大家見到啦，Okinawa嚇，平時大家香港人好中意旅行嘅沖繩島。咁啊，沖繩島其實係琉球群島其中一個好大嘅島啦嚇。咁如果大家仲記得歷史就係點咧？就係戰後嘅時候，二次大戰，日本係戰敗國，所以日本就交咗去美軍去管。咁所以當美軍初初接手嘅時候咧，就將佢變成美國一樣啦，就揸左軚右上左落。咁後尾大家都知啦，日本係揸右軚左上右落噶嘛，所以1978年咧就決定搬翻去 left hand traffic， 即係搬翻去左上右落。好啦，嗱，以前唔緊要啦，大家見到嗰啲揸即係右軚嘅國家，譬如澳洲啊、紐西蘭啊、日本啊、英國啊，呢啲都係島國嚟嘅。咁佢自己個島就想做乜得啦嚇。但係正係而家嘅世界就唔係嘅咯，原來大家會搏埋嘅喎嚇。有幾個好簡單嘅例子，大家睇睇啦嚇。第一個俾大家睇嘅係咩咧？就係澳門嘅蓮花大橋。大家睇到左邊呢張圖嘅澳門咧，就好多年前嘅澳門啊。如果唔熟悉嘅人咧，就會睇到有3嚿嘅以前嘅澳門。咁啊，如果大家聽到我發音有少少唔同咗，改咗點解咧？因為真正嘅澳門人係講澳門嘅。
只係香港人叫人做澳門嘅啫嚇。咁咧，於是乎就有一個澳門嘅本島啦嚇，然後氹仔啦、路環啦，其實以前係3個地方。咁後尾起咗橋啦，咁逐漸咧，氹仔同路環因為填海嘅問題咧，就填到好似今日大家見到嗰樣嘢啦，就連埋一嚿。咁如果今日大家去澳門嘅時候見到嘅賭場啊，就基本上都係呢一嚿度噶啦。咁機場就喺氹仔啦嚇，澳門大學已經搬咗去橫琴嗰邊噶啦。咁當年因為大家見到中國國內嘅發展得相當快嚇，珠海大家見到個填海都填得相當多嘅。咁後尾為咗交通上嘅方便咧，就喺澳門要起一條橋過去珠海。大家知澳門本來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啦嚇，但係一個好細嘅地方，所以變成咗佢好多嘢咧就唔會跟葡萄牙，相反地咧好多嘢佢係跟咗香港。所以香港人左上右落，所以澳門喺度左上右落。咁大家頭先張圖睇到啦嚇，中國嘅珠海就係右上左落噶嘛。咁跟住呢個問題點處理咧？嗱，處理法大家見到就係呢條就係蓮花大橋啊，呢邊大家見到就係珠海，嗰邊就係澳門。咁而家係個好特別嘅設計係點樣樣咧？嗱，譬如你喺澳門過嚟珠海嘅時候，澳門係靠左噶嘛，揸車係咪？大家見到就係呢個纜車啦，你靠左，你一路揸到嗰邊咧，跟住你又喺右邊啦。咁喺珠海要過嚟嘅車係點咧？佢哋又靠右啊嘛，大家知喺國內。靠右就係咁轉個圈出嚟咧，到佢落到澳門嘅時候就靠咗左啦嚇。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案，可以調轉翻左右。但係其實有個問題始終都冇解決嘅，就係個司機咧就由路中間就搬咗去路邊嘅，相對地揸車係比較危險嘅。好啦，嗱，另一個最簡單嘅方案，頭先嗰個方案大家見到就係呢一個啦，係咪？本來你係靠右嘅，去到呢邊咪去咗左邊咯，左邊嚟嘅，着去右邊啊嚇。呢兩個方案都係好簡單，利用一啲高架橋就將條路交叉咗，咁於是乎咧，你就由路嘅一邊去咗另一邊啦。好啦，呢種做法咩問題咧？嗱，大家小心啲分析下工程上嘅問題啊。如果好似我哋香港同內地咁樣樣嚇，嗱，內地係靠右嘅，香港係靠左。咁如果你用頭先個方案嚇，你嘅慢線車嚇，本來慢線，譬如啲大嘅貨車啊諸如此類啦，佢哋喺國內揸時就會揸慢線，因為佢係右上左落啊嘛，所以慢線咧就會係靠右。好啦，你叫佢上咗呢個交叉位上到嚟，去到香港呢邊嘅時候要點啊？因為佢喺呢邊，佢要變咗去左邊啊嘛。咁但係變咗你要左上右落嘅時候，你嘅慢車就喺左邊嘅咯，慢車嘅線。於是乎呢架車上去就要 cut 咗呢邊先過到去啦。嗱，咁同時大家諗到啦，快車嗰啲點啊？快車咪喺中間噶嘛，佢由右邊過到呢邊嘅時候，佢要着就溪翻嚟快線呢邊。嗱，咁變咗喺呢個交叉位上面咧，啲車就會要交叉 cut 線啦嚇。咁同樣地咧。喺香港呢邊要過國內嘅車咧，要跑嘅線係一樣㗎啦。快線嘅車要 cross 咗條路去翻右，去翻呢邊嘅快線。慢線嘅車喺呢邊就要着上靠右去翻右邊嘅快線啦。大家可以想像到，如果嗰個交通唔係好 heavy 嘅時候，呢個問題唔大。但係當交通好繁忙嘅時候，大家可以想像到咁多車同時喺度 cut 線咧。變咗交通意外嘅機會亦都唔細。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哋香港嘅港珠澳大橋。大家知道港珠澳大橋係連接香港、珠海同澳門啦嚇，但係港珠澳大橋上面咧係行右上左落㗎，係跟中國嘅習慣。咁而港珠澳大橋仲有一樣大家要處理嘅，除咗係左轉右、右轉左之外咧，所有嘅車係要過境要清關嘅。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咧，港珠澳大橋係採取咗一個三地三檢嘅政策嚇，咁所以咧要上橋嘅車咧，香港基本上有兩個方法入嚟啦嚇，一個就赤鱲角屯門嘅幹線啦，另一條就係香港嘅北大嶼山幹線。咁呢度過咗嚟之後，大家睇到兩條線就 merge 埋一條，但係呢度嘅時候，呢度仲係香港啊，香港所以係左上右落嘅嚇。
咁所以咧慢嘅車係靠左嘅，快嘅車係靠右。咁好自然啊！大家去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就一分就分咗啦。慢嘅貨車就靠左，私家車快嘅就靠右。咁啊過佢哋嗰個海關去檢查啦。咁過完海關之後出翻嚟啦，喺呢度嘅時候依然係慢嘅車係靠左，快嘅車係靠右。咁跟住呢度兩條路其實係分開嘅。咁利用一個唔同嘅高度啦，將條橋個交叉咗，其實兩條橋係唔同高度。咁跟住過到呢邊咧，就已經分咗啦，就變咗去到呢邊就變咗會處理一個右上左落嘅問題啦嚇。咁變咗咧，右上左落嘅時候，慢嘅車即係呢啲貨櫃車就靠右，快嘅車就靠左。咁啊呢度就上港珠澳大橋噶啦。咁好啦，嗱喺澳門翻過嚟嘅車會點咧？喺港珠澳大橋呢條粉紅線啦嚇，佢呢度嘅時候咧就依然係右上左落嘅。去到呢度嘅時候就分咗啦嚇，大車細車嚇，跟住大家睇翻同樣嘅後果啦。咁啊利用呢條天橋就攬過咗佢，咁啊呢條另一條大嘅貨車就喺呢度落嚟。嗱，即係話快車咧就走咗呢條線嘅，因為佢哋右上左落啊嘛，快線就喺左邊嘅，呢度走翻落嚟。咁慢線呢度走落嚟，咁貨櫃車就喺呢度清關啦，私家車就喺呢度清關啦。清咗關出翻嚟之後咧，咁嗰啲快車已經去咗右邊噶咯，喺呢度 merge 嘅時候右邊，於是乎佢哋可以走兩條路走啦，一條就走北大嶼山公路啦，一條咧就係走咗上去屯門赤鱲角拎，就翻去屯門嗰邊啦。咁啊有一樣大家要留意係點樣樣咧，就係入迴旋處嘅時候啦嚇。嗱，大家睇到 right hand traffic， 嗱 right hand traffic 嘅記得啦，而家就即係左軚車嚇，個司機喺路中間。如果你係 right hand traffic 入嚟迴旋處咧，你係轉右嘅。你喺迴旋處裏邊咧係逆時針方向咁轉嘅嚇。咁你可以咁樣你就轉翻出去啦嚇。咁如果你係 left hand traffic 即係香港咁咧，你入迴旋處就轉左嘅。轉咗之後就喺度轉啦，啱嘅位你係出翻去。咁呢度係順時針方向咁轉嘅。咁啊有個得意啲嘅問題，好多朋友會問啦，咁究竟喂揸住架車你估順時針方向咁轉，或者轉得順啲啊，因為逆時針方向咁轉得順啲咧咁。我唔知大家有冇感覺啦。如果得閒大家留意睇下嗱，最近香港有打風啦嚇，咁大家有冇留意到所有我哋北半球嘅颱風係點轉嘅？所有北半球嘅颱風咧，都係逆時針方向轉嘅，即係呢個方向轉嘅。如果大家下次沖廁所小心啲留意下睇下咧，你一沖水咧，除非你嗰個馬桶係特別設計嘅之外咧，如果唔係你無論喺個馬桶度又好啦，喺呢個星盤又好啦，裝滿一桶水你一放水咧，喺北半球嘅水咧就會逆時針方向轉嘅。所以有好多人就覺得，喂喺北半球咧，逆時針方向轉應該會轉得順啲嘅，因為呢個係順應天理啊。咁好啦，跟住大家講一講即係左軚右軚車嗰個汽車設計方面啦。有啲朋友喺香港咧未揸過左軚車，有啲擔心，話我去旅行去到第二度咧，究竟架車我冇得掂㗎，已經唔係自己架車啦，又換轉左右咁點搞咧咁樣？嗱，第一樣嘢大家唔使擔心嘅，呢個係左軚車嚟㗎。左軚車記得油門依然喺右邊，你係右腳去踩，個 brake 喺中間，個吉力子喺左邊，即係話你踩 brake 踩油門踩吉力子嘅方向係唔會有分別嘅。嗱，俾大家睇睇右軚車嗰個情況嗱，右軚車做一道門喺呢邊，你嗰三個掣嘅擺法係完全一樣嘅，即係話成個係由左搬去右，或者你中意話係右搬去左啦，就成個照搬嘅啫。好啦，咁第二個大家會問，喂個波箱點啊咁樣？大家睇睇左邊呢張相就係一架左駕車啦嚇，因為個司機坐咗喺左邊，用右手轉波嘅。嗱，1、2、3、4、5係完全一樣嘅。嗱，同大家睇下呢架右軚車用左手轉波，1、2、3、4、5個排位完全一樣嚇。咁啊後波就比較特別啲啦，因為後波唔同嘅車有少少唔同嘅設計嘅嚇。尤其是大家睇到呢張相呢，呢個係有6前速嘅。咁但係基本上大家唔使擔心，
支波棍亦都擺翻喺中間，其實同你左右軚嘅車完全一樣嘅。嗱，比較混亂嘅地方咧，就關於指揮燈同埋水撥嘅問題啦。咁呢個設計咧，世界上就未曾完全統一嘅。大家睇一睇呢個例子先，呢個好多時都會遇到呢個例子嘅。呢個指揮燈係喺外邊嘅，大家記得嗱，呢個係左軚車，呢邊就個司機嘅左邊，所以咧嗰個指揮燈咧，通常就係個車嘅外邊。嗱，呢架車大家見到右軚車個指揮燈係喺右邊嘅，喺外邊嘅。咁自然個水撥就喺裏邊內籠嗰個啦嚇。咁所以一般嘅日本車都係咁噶啦。大家記得就係話嗰個指揮燈係喺外邊，個水撥係喺裏邊。嗱，有一個 exception 就係乜嘢咧？就係啲德國車啦。可能係德國人比較有規律啦嚇。咁大家知道德國係揸左軚。咁所以當德國人要做啲右軚車嘅時候，佢會點做咧？佢將成套架撐、成套照搬翻過右邊。咁有咩後果咧？就變咗你個水撥就喺外邊，嗰個指揮燈就喺呢邊啦。咁所以咧，唔習慣朋友好多時咧，打指揮燈變咗開水撥啦，開水撥變咗打指揮燈，就係呢個情況啦。嗱，呢種情況主要係德國車先有呢一個設計啫。其實基本上咧，好多車都已經基本上統一咗，就係話指揮燈就喺外邊，水撥就喺裏邊。跟住就俾翻少 tips 大家啦，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喂，我揸開右軚換去左軚會唔會其實睇位好難睇啊咁樣？咁其實呢個有個問題咧，就係好多時香港啲教車師傅咧就有少少急功近利啦，因為你可能想學20-30個鐘啊，快啲考到牌。於是咧，教車師傅教識你一啲方法咧，其實就唔係好正確嘅。嗱，佢哋教你通常係點啊？喺個車度，喺呢個位度望出去，個車頭蓋中間可能佢貼隻公仔喺度，然後望住個公仔就話嗱，你嗰度望過去咧，就望到條線咧，架車就啱位㗎啦。嗱，如果你嘅習慣係咁樣揸車嘅話咧，你一換咗左右軚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你會亂晒龍嘅，甚至你換咗第二架車咧，你都會亂晒龍嘅。咁究竟正確嘅方法應該係點咧？嗱，我提供個方法俾大家試一試下。呢度係我每日都會翻工嘅一條路啊。通常我嘅車就泊咗喺自己個 building 門口，所以有少少非法泊車。咁啊，入嚟條路係非常之窄嘅，大家睇到呢個呢條路非常之窄。咁於是乎咧，你要去位要睇得好準，因為啲窄路其實台灣好多時候有啲情況。嗱，如果大家學到個正確方法，大家睇到我呢個車個做法係點樣樣嘅？呢個車大家睇到，你嘅車對準咗，你個軚盤嘅兩邊對準條路嘅兩邊。嗱，如果你學識咗咁樣睇嘅話咧，無論你揸左軚車、右軚車，你都唔會有問題。只要你用個軚盤嚟對正條路，你架車就會對正條路啦。好啦，希望呢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，以後揸車容易啲睇位嚇。咁就今日同大家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咩意見嘅，可以留言啦嚇。如果大家喜歡呢個視頻，可以俾個 like 我，或者同朋友去分享啦。當然更重要嘅就係希望歡迎大家免費加入呢個頻道。如果啲網友係唔想公開留言嘅，就可以直接 email 俾我啦。仲有我呢個頻道過往嘅所有嘅 video 咧，我哋都分門別類擺咗喺呢一個網頁上面嘅，大家可以喺度好容易揾翻我哋以往有嘅節目。好啦，同大家講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。